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亲眼看香港。我们这座城市从来不缺传奇，但有一种传奇是用17年6次参选、5次落败，一票一票换回来的。5次落败又5次站起来，终于在去年以58000多票，成为这一届立法会地方选区里得票最高的那位票后。他就是方国珊议员。他不是大党空降的明星，他曾经是艺人，也是注册工程师，是街坊口中的康城城主，也是刚刚走进议事堂的立法会议员。今天我们就有请方议员带我们从镁光灯到议事堂，用他的眼睛重新看看香港这座城市。本人方國珊謹以至誠，據實聲明及確認，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，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，盡忠職守，遵守法律，廉潔奉公，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。